境外投資者在線完成實名認證，只需4步。證券客戶經理通過 email 或 SMS 方式邀請境外投資者在線完成開戶申請填寫或提交。客戶登錄系統後，證件類型選擇非中國大陸護照，然後進行實名認證。第一步，拍攝自拍視頻。使用手機攝像頭進行自拍，根據頁面提示做出相應動作。第二步，掃描護照資料。掃描護照信息頁，系統自動讀取護照信息。第三步，讀取護照芯片，通過手機讀取護照芯片信息。第四步，確認並提交，確認掃描的護照信息。完成認證流程，然後就可以在線填寫開戶申請表格。事必簽，讓開戶申請更簡單。